要到要娶某，实在老不休了。你家己身体歹，阿爹想要传宗接代，只要是靠家己来啊。伊是爱风流，爱碰风啦，食到七老八老啊，伊根本就袂生囝。这就真歹讲哦。哼，真正有金花讲啊对，春梅无偌久哦就有心啦。老元话哦庆祝80岁大寿，春梅这个囡仔也拄啊好出世，双喜临门。原话本来应该更加欢喜，总算讲有人传伊的后事。也毋过哦，外口面的谣言愈传愈多，愈传是愈歹听。拢讲是这个囡仔是春梅讨客遐生的。若是会传这款话哦，无别人啦，一定是金花哦先人起头的啦。阮这个哦，愈哭愈高水啊！高水吼是真高水啦，那吼地做介水啦。不过，你阿爹有一点仔不成呢，不知哦是去想着什么人好未好未？因为老母水囡仔才会高水啦，生老母偌生这么人，唔难怪，乖，来，你若带你来缀休困，你这个天气了，你有法度？你应该看卖的，就是头洗唔才会惊人看，紧抱你去弄哦。好未？你若出去尔哟，食饱伤人哟。好啊，你还要食我的寿酒哦？免酒啦，我80大寿呢，怎么咁要拍折水？出去啦！是喏，赶快出去啦！这个。原话听得宝听，久到得宝10岁，就是咧1个月前。原话哦，做件互人真想袂到的代志呢。阿爹，你毋是讲有重要代志要宣布，紧讲啊！我是准备要财产分互恁。分财产？阿爹，啊是要哪分？紧讲啊！免着急，我是要准备将菜园啊，甲菜园啊边迄间家厝啊，要互德宝。阿爹，啊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全部拢要互你。老爷，这王家，你连面再将菜园啊遐地价提互夫人。是。老爷，为什么呢？你帮你哪个？春梅，我慢慢才甲你讲。春梅啊，你这把刀吼，阿爹啊，你来要创啥？阿爹啊，咱的财产是来减5000两，你毋是讲已经将所有财产拢分互我，是安怎会减5000两呢？什么5000两啊？善良啊，你所得的财产是这5000两的几60倍哦，甚至几百倍哦。你还搁咧讲5000两，哇！你是咧困啊什么梦啊？你要假啊！你暗款无春梅啊遐个财产，一定要比我较济啦。所以你假大方，要将所有的财产拢分互我，对无？啊！我摇着啊！春梅啊遐个钱一定足多啦！你叫是我唔知啊！阿爹啊，咱老家所有的财产，拢总是我的啦！开出来！啊！你做我你啊！哎呦！关家，关家，你来创啥？老爷，你要见我，有代志要甲我交代啦。我阿爹讲，永远都不会见恁两个母仔囝。你是咧讲啥？相公，什么？春梅啊，你要欺骗我阿爹，要欺骗到什么时阵啊？德宝啊，根本就不是我阿爹的亲生囝。你哪有白讲咧？我哪后白讲？若无，像咱分财产的时阵，甲咱分互恁一间破草厝啊，甲一块菜园啊，所有财产拢分互我。不是，这应该是一个误会。我当面去问伊。下。别扭啦！你出去！你把他出去！放下！你搞什么？
什么代志？啊，老爷有吩咐，把伊两个母仔赶出去。管家，你别听后白讲，无这种代志。管家，你要等一下，叫因把我款款的拢甲赶出去。是老爷。阿娘，你管家啊，在，这内拢总750两尔，你到底是超交运无啦？老爷，恁两个身躯哦，应该食个清气当当啊，参一支针哦，都无甲闹空去。这是我阿妈老坏事，你骗我啦！闪开啦！阿娘，你有要紧无啊？你两个紧走哦，管家，因两个人走哦，骹骨拢甲讲给我等。是，紧走哦，若不甲你讲开通。阿娘。讲啊讲，行啊行，行来到这老家的大门口，我的故事嘛拄好讲煞。啊，你还未甲我讲，这个老员外伊是安怎将伊所有财产拢送互伊后生老善良？敢讲，才是经过10几年了后，这老员外才发现讲，春梅伫外口偷窃遐证据，来证明讲德宝毋是因老家献的。这伊也无甲我讲，我要哪会知？啥货啊？你话讲到安尼落长，结果上界重要部分你安尼跳袂人过，我真正会救你。阿娘，我咪差啦，莫甲我抓。你叫上阿兄啊？唔只叫。管家，拄才你看了惨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老爷，这个囡仔吼，我偷倒来偷摕物件咧。偷摕物件？哎呀，我唔是差啦，只是阮阿娘无我通我煮饭，我倒来摕火种尔啦，我唔差啦，我无偷摕物件啦。偷摕火种嘛是惨啊！管家，甲你啊，去，快点！我反悔啦！行啊！真紧，细汉偷番，大汉就偷番牛啦。这老不羞，食到遮济，都生到这个有正经，了解。哼，气死！老爷，我是在想吼，安怎？你搁想着什么主意啊？是？老爷，这个囡仔那个抓起来，都莫放回走，甲当做人质。因阿娘春梅啊，若唔将囡娘交出来，咱都唔将囡仔行医，看是要治囡娘，还是要治囡仔。也毋过吼，我找遐尼济摆，拢找无呢。管家啊，你敢确定？阮阿爹有迄笔5000两的财产？老爷，我对老员外是偌尼久安尼，所有的事拢是我记的了，确实有5000两啦。你甲想看觅，老员外是将德宝甲疼命命呢，哪有可能将所有的财产放互你，互因母仔囝一间破草厝啊，甲一块菜啊？所以啊，阮阿爹早就甲迄5000两交予春梅啊。迄个春梅啊吼，实在有够小贪的啦，死都毋肯家钱交出来。对，可恶！好，照你的话去做。假使伊若毋肯家钱交出来，迄个狗屎囡仔就莫令伊。是，老爷，老爷请顺行。哎呦，叫一声老爷，我都爽到这落型的啊！有一天，恁爸做老爷的时阵，哎呦，路财的命就是路财的命，敢若想要做老爷尔，我摔一倒，哎呦，好，这个管家做人实在足现实的，咱应该给互伊食一锅好汤啊！等下，你要去倒位？去沙浜把迄个囡仔叫出来，互伊转去找伊尔。怪害我！莫当面伫咧家暴啦！人咧讲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伊今仔行到这款的地步啊，自有的前因甲后果，前路还未分明的进程啊，我不准你甲我乱来。
线路还未分明的进程啊，我不准你甲我乱来。你是咧哼啥呀哈？咱做神有做神的判断，你莫以做人的眼光来底判管犯管的代志。老大人讲的话哦，哪听咧有好无歹啦？安尼你开悟未啦哈？你哦实在是有够瘾头的啦！好，我头壳讲者，都想要叫我开悟，哪有遐尼紧？奇怪，你报去摕花钱啊，摕到凊仔才袂转来。因为想到去看因阿爹，毋知当记到因阿爹无？敢会是发生啥物代志？袂用，我来看下。哎，高林啊，老伯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是要创啥？老伯，咱无熟识，你莫咧 QQ 人啊！啊，若无，我是要我叫人啊！你紧走，你紧走！你啊！高林啊，我无歹意啦，我想哦要来甲你分一碗水啉啦。你要分水哦？啊，毋过哦，我都要出去。是安怎样啦？啊，我过路人要你分一碗水也无哦，哈。好啦，既然甲分无，我就来去别粒分啦。公阿恁这人哦，实在是足无人情味的啦。哎，老伯，小等一下啦，真歹势啦。啊，就是阮囝出去还袂转来，我都要来找伊咩？啊，无安尼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摕吼。多谢啊。你看看啉哦，较水若是无够，你家己停啦。多谢多谢我要来。找阮囡仔好吼。好。哎，好心的阿姊啊，哎，你可怜我者啦，我已经几落天无食，哎，你好心好意哦，分我一嘴饭的啦，好心的阿姊可怜一下，可怜一下啦。哎呦，啊若今仔拢拄到这种人啊！这去食哥啊，啊，这个阿姊啊心哦真好啦，啊，你若家己分哦，绝对分有的啦。哦，拜托个啦哈。毋过，阮兜花钱都花去啊，我都煮饭啦。啊有啦，剩一寡凊饭尔啦。呵，去食哦，若有凊饭通食就袂歹啊。哎，对。好啦，无你小等一下，我来摕吼。高林，顺转者哈。多谢。多谢啊。我，你是咧比啥外国啊？是我咧比什么话讲，是你啊。是哦，就剩这半碗尔。哦，阿姊啊，你遐尼好心哦，互你大趁钱食饱去啦。你只有水通啉尔，我阁有凊饭通好食。你哪会甲饭抢倒转去啊？看你的手这么优秀，你毋是去食？原来哦，你两个是共党的，你是想要创啥？讲啊！高林，为什么？你来这到底是安怎？你哪会走去？啊，你嘛厉害啦！哼，做事也无半片，做人也做袂成，一个去食手啊，遐尔啊优秀，你鬼看嘛唔相信。有影，一时无去注意，煞变袂过去，歹势。你造成的工课去做，啊，你哭哭甲对是咧对什么意思？无小心请教啦，前辈啊，唔知你化做凡人，甲春梅讨水啉，还是有啥物用意？你也算唔知讲，可怜之人定定就是有可恶的所在啦哈。我是为着咧5千两福报，我需要调查一清楚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，啊，毋过因孤儿寡母已经有够可怜啊呢，敢讲伊无应该去得到迄5千两？哎哟，就算讲老冤话啊，又放迄个5千两要互伊啊。问题是春梅因母仔囝是毋是咧福报来得这5千两？我甲你讲啦，春梅因这可怜哦，甲福报哦，完全拢总无关系啦。安尼你听有无？哪有这款道理啦？一点仔认真味拢无呢？你实在是有够固执的，了然啊，身价咧教袂啦。你是啥？啊，
光头袂记你嘛咧困啊？哎呦，拜托诶，老神在在嘛毋是这款的啦。喂。管家，叫人哦，太阳那边来两个派人，准备撞上，你赶紧过来好你即马是啥物想法？你可要甲我化东化西哦？你当作你即马阁是冤枉夫人啊？啊？请问你无来遮无？有啊。啊人嘞，哪个即马才袂转去嘞？啊，对做贼叫人抓起来，那不是阁放伊转去？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帮伊走好无？我拜托你。拜托你吼，阮这是奴才，阮受当不起。你起来，紧来。你若无帮伊走，我就袂起来。好啦，你起来啦！若要放德宝走是会用一啦，这个条件嘛真简单，你绝对做会到。什么条件你摕5千两来换， ？5千两，我哪有5千两嘞？啊，就老冤话斗予你的5千两啊！你无钱无故，莫后边乱讲好无？我嘛有干那分着一间破厝，甲一块菜园仔尔，我哪有5千两嘞？我再讲，你嘛带人来找过遮尔济遍啊？若是有早就你翘去啊！你遮尔固执，我甲你讲，我这做奴才嘛无才就甲你斗相共。你走，紧，接。咩啊？出面啊！你老袂走啦！嘿啊！哎呦，你是咧调查这哦？发啊大声声是咧发啥啦？哎呦，夫人啊，出面要甲德宝甲拖转去呢。啥物啊？喂，这只野蜂哦实在有够长手的啦！什啦？我来对付。好。德宝，你人是伫倒位啦？阿娘，我伫遮啊！德宝，阿娘叫你转好，我想阿宝贝。阿娘开袂开嘞？哎呦，你这个小杂某，你是咧创啥？小查某，你莫后边来哦。你在做啥？哎呦，夫人，你搬石头呢？管家啊，免参与啦！伊今仔若有在调，下这个石头甲门弄开吼，我就无条件放伊赶囝走。阿娘。没事无？我来斗下手。奇怪，哪会无效啦？哎呦，真正哦是狗爷咧扛大枪，这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啦。都是咩？阿娘，进来救我啦！阿娘。惨啊！夫人啊，这些老妖老甲骂我。哎呦，你别惊啦，我会负责的啦。奇怪啊咧，头拄我用法术甲斗出来，拢搬无啥会叮当，哪有法度攻起来石头啊？奇怪啊咧！哦，好者记性，原来是你咧斗骹手啊！到当你才知，若讲啊你哦，你著规矩将迄锁哦一只甲伊拍开倒，倒当遐摸甲迄粒大粒石头，你哦实在是有够颓哦！我哪无去收着啊？你要哪会去想着？哼，食饱应该当遐管人啊事啦。啊，发了唔去好啊练啦，若拄着临急的时候，你哦莫怪定定伫咧闹气啦。哎呦，你这个内见小野蜂啊，明明都互我赶出去啊，搁敢叫你行倒来做贼啊，一点仔理智都无呢！哎呦，我若看到恁这对哦，查某查囝哦，我就知影恁祖公啊八代哦，拢是咧做贼的啦，啊无哦，哪会生出这种残兵利孙啦？因啥物啊？老母偷客遐生贼仔囝，搁敢搞囡哦，我都把这个你恶出来啦！你，我啦，我你害怕？你快看麦啦！你快看麦啦！唔通安尼？阿娘，我唔是查来的囝，嘛唔是客的囝，我是阿爹的囝。阿爹嘞，是安怎无爱查来？阿娘，是当面靠腰啥物啦？管家，夹扫洗互甲拖出去啦！好，我来牙刷水，我来烧水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唔做我用烧水来给我。
是咧后面叫啥啊？啊？王哥，你是来把这这样放出来？啊？你这个狐狸精，阮阿囝才变成安尼啦，拢你害啦！是我害伊的，老爷你讲，是我害你的对无？慢点讲，快开！好，哎，别开啦，阿弟哦。孙明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的5千两若无交出来，你就连续要甲这10只囝带转去。阮当初10个钱都你悄悄去啊，我要拿5千两嘞。你讲袂惨？我哪讲袂惨？好，卡叔，你若要跟破厝，甲菜园啊，拢互你拢摕去啦。对不？你放开啦，你放！哎，这样不可以！快开！快开！你哪里？对不？你哪敢拍死？哎呀，无死啦，无死，叫抓开，快开！好，我来甲抓快！哎呦喂！香港人，我跟你讲，让你出去！你不，嘿嘿嘿嘿嘿，青草一条，太阳人松一树。阮囝有要紧无？伊是小可哦，闹震动着啦，但即马无要紧，陪我休困一就好啊。多谢老阿伯救命之恩，做歹势，拄则佫甲恁当作是歹人，请你原谅我啦。安尼讲，起来啊，起来。阮袂去怪你，恁高级寡妇看到催婚的人，自然会较细腻啊！来啦，去食遐，恁这茶啦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你来内底坐无？歹势，我徛门口头，徛门口头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哦，你徛门口啊？老伯，我感觉哦，迄个人哪怪怪啊！我叫伊入来坐，伊看伊在徛门口就好啊。迄个笑免插伊啦。伊哦，过去哦，我是一个好嘅人囝，啊，就是安尼伤过规律啦，所以即马才会落魄伫咧做乞食。对啦对啦对啦，我本地做好命的啦，我是拄则做乞食无偌久，所以我的手才会这么对啦，我看恁母仔囝敢若袂出受真大的委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你是毋是讲我听看卖？想来想去，咱怪阮阿嬷伤过贪心，伊就是咧孝顺老家的财产，毋则将我嫁予80岁老冤家。哎，这边讲啊，阮早就知影。阮阿嬷，伊感觉讲有钱才有幸福，根本都毋知影有钱人的饭碗是偌歹芳咧。我伫老家的时阵，不是互口水，不是互侮辱。假使讲，我若毋是第2个月知影讲我有心啊，我早就自杀了。哎呀，这嘛免讲啊啦，阮嘛早就知影。你还是那可怜，无要紧，有啥物话你就慢慢讲，慢慢讲我听吼。阿爹，你看，还是恁囝吼上界友好啦。我亲身甲你饲饭呢，来。哎呦，阿爹，你咧是咧创啥啦？啊，甲我喷到开身躯啦！吼，我好心护雷心啦。哼。
我是咧有啥啦？阿爹，你有啥物话你唔着讲？王姐啊，我阿爹是咧讲啥？老王话啊，你一字一字慢慢啊讲啦。若无安尼哩哩啰啰，阮大家拢嘛听无。这无位。啊，对啦，老王话是咧讲春梅啦。春梅？哎呦，阿爹，你已经互迄个狐狸精害到咧凄惨落魄安尼，啊你到今还都袂觉起哦？你嘛替家己所小想一下啊！敢要规壳头来拢想迄个查某哟？你是咧创啥啦？阿爹，你的意思来讲，无春眠啊，甲你饲饭，你唔肯食是？好啦，你若唔食吼，就饿死啦！就算讲你饿死吼，我也不准你甲春眠见面啦！哼！要气死！食到要90岁啊，还阁袂晓想，无彩伊这世人遮尔啊威风，遮尔受到人的尊敬。老爷，我看吼，看啥？紧去甲春梅啊叫转来啦！万一我阿爹吼若去高兴吼，我有人骂呢，骂讲我不好呢。对，我嘛是安尼想了。无定定吼，咱安尼做吼，会找到迄个5000两的下落啊，对无？对无？有老伯甲咱斗相共，你真紧就会好起来。唉，看你安尼哦，医生实在是有够。是讲老王话，敢放啊一间破炒厝家底菜互你，你拢总袂甲怨叹。对啊，你拢袂怨。伊遮尔啊无良心，我哪袂怨叹呢？较早我拢怨叹阮阿嬷，遮尔贪心害着我一世人。啊，毋过，即摆我煞变甲阮阿嬷同款，嘛是遮尔贪心。我嘛是希望讲，你不会当得到老家财产，愈济愈好啊。千算万算，想袂到，我即摆煞变啊遮尔散赤。你拄则毋是有讲，迄个老员话每一年拢有互恁阿嬷做一个年奖啊？即摆恁阿嬷过生去啊？啊，遐个年奖，老先娘将阮母仔囝赶出来了后，阮身躯所有假代志拢互伊抄去啊，差不多有700-800两。700-800两，这是怎够可？好点啊！哎，你哪开去啦？好点。喂，哎，你咧创啥的啦？我咧想代志啦，我伫咧困。哦，好啦，安尼嘛，甲差不多。老伯啊，你的名叫做福德哦。你毋若甲土地公同名，你看起来哦，嘛足像庙里的土地公呢。大家拢过嘛安尼讲。你若真是土地公哦，毋知要偌好咧，就会当替阮母仔囝主持公道，阮就袂遮尔济委屈啦。对啊，你都真是。你点去啦！你哦，安尼受遐尔大委屈，你敢无要拍算安怎是？你哦，安尼受遐尔大委屈，你敢无要拍算安怎是？上无啊，这老善良啊，抢走恁阿嬷互你遐钱啊，你嘛都要甲讨倒转来啊！伊有钱有势，阮是免啊讨啦。你放心啦，这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啦。啊，你点啦，家己当面无半批，你是咧臭大声的啦！你莫听这乞食当面黑白讲话。老伯，安尼阮是免啊做才好啦。真简单啊，去官府甲伊告。啊，去官府甲告？这就是上解好的办法。啊，你若无法度，我则甲你斗骹手。真是了，老伯，爱就麻烦你啊。做事拢无法度解决啦，啊，我想要去告官府，我客咯。
你家己嘛无讲我厉害啊。切，老爷，啊你有较好无？有啊，加偌爽快。也毋过啊，人拢老啊啦。哈？我食到遮济岁啊，唯一的遗憾啊，就是恁三个啊，拢无替我生到半个囝，互我通去传宗接代啦。哎，过来。无啊，啊你恁咧是咧创啥？嫌阮老袂生啊！啊，你奈无你阿爹去娶一个有气的啊？你是咧学白讲啥啦？黑白讲，我看吼，你嘴咧骂完吼，心内是家己咧笑想啦。啊，无讲话吼，会愈来愈像你阿爹。像阮阿爹迄款的歹模样，我袂学啦。歹模样吼，着罔学。像恁阿爹共款，用钱去买一只野蜂转来。我看明年吼，伊着有囝通抱啊，较袂定坐咧遮怨叹。好啊好啊好啊，莫踮咧拍拉梁啦。我先甲恁提醒哦，小等下管家若带春梅啊倒转来，暂时莫甲伊为难，有听到无？听是有听到啦，也毋过人春梅吼，毋知肯转来无吼，这还阁是一个大问题。伊平常日无爱倒转来。起身吼，甲人赶出去，搁掠人的囝，叫人下5000两来换，起码惊老爸要死，才拜托人倒转来。我看了无啥物好处吼，条件先讲好，迄只野蜂也肯转来吼，才奇怪。咱是真无简单，才将伊某囝赶出去咧。你是毋通心肝软咧？你讲是无对啦，也毋过，咱敢会当今看阿爹安尼就夭寿哦？伊家己若袂晓想吼，咱做事势吼，有若无法度啦。嘿嘿，这果真写好，你看卖啊，敢袂用啊？嘿。真好，老爸，安尼手来个安怎做？哇，这真简单啦，去官府哦，结果申冤啦。哎，等下，迄我有淡薄仔一点仔想袂通呢。这老王话啊，伊安尼真疼德宝，伊是安怎无爱将伊的财产分互伊？你想看觅，老王话，伊前下捌甲你讲啥物奇怪的话？无咧，啊，毋过我捌甲伊冤家有甲伊问过啦。我甲问讲，啊，平平是后生，是安怎对德宝遮尔无公平咧？伊讲哦，伊安尼做，拢是完全为德宝好啦。伊搁讲哦，有一个物件要互阮，讲这个物件哦，会当互阮德宝啊，我甲德宝一世人的生活拢无烦恼。结果我才知影，伊根本都骗人的，我根本嘛无摕到这个物件啊。搁再讲哦，老善良甲我赶出来时阵哦，伊不但无阻止呢，甚至搁我气阮一面，伊的心肝实在有够凶的啦。姚元伟当时中风的，你知影？我嘛唔知影，天公伯也无目睭啦，啊若无，伊早就应该得到报应啊。嘿，原来你哦，唔我咧卡袂着，就创天公伯啊！你阁有一寡福气哦，嘛你就创啊全无去。是的啦，我以后唔敢。哎呦，哦，这间破草厝啊，搁闹热滚滚哦，啊，有去食，后老岁啊，你是咧创啥？你搁来这要创啥？你嘛拜托了，毋是我甘愿来呢，迄是老员话饭食袂落，老爷要请你转去甲饲饭。伊饭食袂落，甲我有啥物关系啊？哎，是好意请你转去呢，你是咧晓摆啥？哎，过程是啥？这个饭食，我甲你讲，你来差不多了，你来了我别来吼，他们这个发作你就管大。哪里？我哪里？哪里？就是我跪你甲你求啦吼，我跪咧甲你求啦吼。因爸仔囝遮尔无情无义，我无想要搁踏恁老家一步。你莫去啊！你开门无路用，起来啦！这。阿娘，德宝，德宝，这是阿娘，
阿爹伊足可怜的，我去饲食饭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较等咱做回来。真是的，好，我来等下禀报，我禀报老爷。哎呦喂，那安尼，我贵哦，我两万两加，哎呦喂，安尼。这。老爷，哎呀，哎呦，关家，你是咧钓狗是无啦？唔是咧钓狗啦，我刚才咧软脚了。对啦，啊春梅啊咧，点伊就来啊啦。又怀你来，啊，敢无开条件？敢若无听讲要提起啊。呀，那安尼，关家啊，啊你来无代无志的软脚。我嘛唔知影了。来囡仔，先扶管家等伊休困。是。对了，老爷，我有两个身份人哦，咧替村门写告状，要甲你告了。我甲你看起来吼，敢若真歹履落哦。什么啊？你甲我讲，接受这款代志？是啊，也毋过我有甲伊警告，叫伊讲袂使乱来去，而且迄个告状哦，我已经甲拆破啦。好，我知影。其他的代志我会处理，你先去免休困。春梅啊，这个查某，我看起来普普，想不到伊会用这招。知影，野芳很是要顶人啊，顶着哦是足疼的。无清柳伊男朋友我哦，啥要告啥，也都知影。甲你阿婆本造成告状，我都予伊软脚一阵啊！看迄个关家哦，甘也佫较嚣摆。啊，你有本婆啊，是咧记啥？这是咧记我管区内啊所有人的福气。我这哦随时拢在报去天顶吼，予伊审查。哪有亲像你遐尔好卡，一年报一摆就通过。啊，敢袂当借我看者？天天不可老实，你是要看啥？天天不可老实，你是要看啥？唉，我只是好奇啦，想要看讲春梅因母仔囝到底有偌济好运尔啦。甲你讲也无要紧，若讲春梅福运哦，已经原男仔吼拖离啊拢无啊啦。伊讲好家在哦，伊还佫有迄个囝甲抵唔着啊。哪会安尼啊？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好得真是啊，我是想要问你。人间事人间了啦，有真侪代志哦，唔免讲咱做成人啊，万项代志都通要插甲着啦。我有叫春梅哦，摕去官府甲伊告诉，目的是要保护因囝的福运啦。唔是讲真侪代志用法律就当解决的代志。我安尼甲你解说，你有满意无？哦，有啦，有满意啦。我还袂问你，你哪知影讲我要问啥？凭我的功能哦，你就敢若会晓共创治人尔，假路西。我感觉你遐假。阿爹，食有饱无？老爷，你何必着安尼为难你家己呢？你慢慢来讲，我有在听，你讲。我知影啦。阿爹，想要将伊包豆摕落来呢。你包豆挂哩啊好，是摕来要创啥啦？阿娘，阿爹讲
要将伊巴肚互咱呢。啊，毋过后尾互咱这包肚，嘛爱问看恁阿遐要同意无？弟宝，去问看觅。阿兄，敢会当就这包肚互阮啊？迄毋正大，爱就摕摕去啦。哦。阿爹，什么代志啊？讲啥？哈？哎呀，想唔开啦！爹，你要讲啥？你甲我讲。要死啊！敢真正有插5千两的秘密？阿娘，阿爹过身了，是毋是永远拢无法度看到伊啊？阿娘，你放心啦，等我大汉了啊，我会保护你啦。阿娘，这是啥物物件啊？这啊，这是甲恁阿爹带下，你会记哦。等对年了，才会当摕来，知无？嗯。对啦，弟宝，阿爹过身之前，有伫你耳孔边甲你讲啥物？阿爹吩咐我，叫我甲这包肚收好，讲内底有讲藏5千两的所在呢。想会到，伊真是要留5千两互咱。弟宝，若是属于咱的物件，咱拢甲摕落转来。对。啊，毋过，迄老阿公到去食无伫遮啦，咱是要叫啥人替咱写告状啊？就是。毋过，就算讲无告状，咱嘛是爱告。哎呦，这张画哦，你看甲强要必顺啊啦！到底你是要搁看几届？金花啊，你目睭较好吼，来啦，斗看一下啦。无啦无啦，啥物都无看到啦。老爷，水甲火拢准备好啊，你敢不甲试看觅？我菜点也袂记，试看觅。嘛是同款啊。用水甲嗅看觅啦。哟。嘛是安尼啊。我就甲你讲嘛，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画，根本就无啥物秘密啦。无遐尔简单啦。若无吼，阮阿爹要死进前，无可能甲这腹肚吼交出名啊。我看吼，是你家己咧搞多疑啦。这内底吼一定有秘密的啦。哎呦，你甲看，这就是一个老不休，啊揽一个狐狸精，手抱一个十斤囝，是要有啥物秘密啦？吵吵恁这个戆人哦，实在吵拢袂了。老爷，你看，你看啥啦？你也看这个囡仔手，敢是画了足奇怪哈？这真袂自然呢。哟，你看伊镜头啊，比涂骹呢，5千两带一涂骹。对啦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啊，不过这涂骹到底伫倒？老爷将菜园仔分予村民。无定你5千两都带去菜园仔哦。对，一定是菜园仔，你紧带人去菜园仔哦。这5千两哦，一定要甲找出来。是。5千两。
钱呢，紧走啦！我毋是咧佚佗，我是要来告官的啦。要来告看，啊，告状你唔摕啦？无告状，用讲也敢会用的。啊，当然嘛袂使。家门吼有家门的规定啦，等你有告状吼，再搁来啦吼。啊，毋过，啊，我都毋捌字。唔捌字哦，啊唔捌字，就开几两囡仔叫人替你写嘛。啊，毋过，我嘛无钱啦。哈，无钱哦，你散食人，佮唔捌字，你甲人告看，较告你嘛袂赢。我看吼，你较紧转去啦，莫咧白了工啦，吼，紧走吼。阿娘，是要安怎？这个，你有听到无？以后你要好好读册，好好趁钱。咱若是有钱有知识，都袂互人看无，知无？我知啦，阿娘。这块真抗地啊！阮老家就是为这块菜园啊开始起家啦。细汉的时阵，这我嘛捌大过。老爷，咱世界拢乌透透安尼，拢无学着，敢若剩一间破草纸内底无学着啦。入去学啊，就算讲规间厝甲变开，嘛要学着。是，来跟我来。是。你不要，紧，你不要，紧了。你是咧讲啥？老爷，我就是伫这间厝内底哦，软开了。你是安怎？是咧钓狗晓？有啦，开始学的时阵去扶着骹啦。蹦汤卡上，倒来叫来。是。来。你先去后尾学。是。老爷，你有感觉这间奇怪无咯？奇怪。我你是要找啥物？